位觀眾，三上三落嘅鄧小平到咗1978年之後，先真正掌握中國嘅最高領導權。佢一掌權之後，就將一大班文化大革命嘅旗手咧踢晒落台，咁就解放咗薄一波、楊尚昆、彭真一班元老，替劉少奇平反，就起用胡耀邦同埋趙紫陽，實行經濟改革開放。中國嘅大門一開，外邊嘅知識咧就蜂擁入嚟，經濟多元化，信息產業蓬勃。雖然政制未曾改革，但係人民咧都已經自發性咁融入去民主政制嘅訴求。胡耀邦一上台就日以繼夜咁樣為文化大革命同埋反右期間嘅冤假錯案平反，一共平反咗50幾萬人。第一個被平反出嚟嘅就係所謂叛徒嘅薄一波。胡耀邦佢係一心一意想中國共產黨中興嘅，佢第一唔貪污，第二唔搞陰謀詭計，起用咗好多年青幹部擔任要職，為中央嘅第三梯隊培養幹部。佢又推行退休制，但係過急咁將幾十年嘅終身制一刀切，就得罪咗好多老幹部。鄧小平話：咁我都老啦，我都應該退休啦，讓年輕嘅人嚟當啦。周圍嘅元老就勸鄧小平千祈唔好退休，唔知係咪驚鄧小平一退休，佢哋到咗年齡唔退休都唔得。唯有胡耀邦就十分欣賞鄧小平嘅建議，佢想鄧小平好，佢想鄧小平做中國嘅華盛頓，受後世嘅歌頌，咁佢就力排眾議贊成鄧小平退休。結果大家都知道，鄧小平冇退休，胡耀邦就俾人整咗落台。整佢最積極呢，仲係俾佢平反嘅叛徒之一添。1987年，中國修改憲法，所有職務都有任期，唯獨係中央軍委主席一職冇任期，大家都認為係為鄧小平度身訂造嘅。呢個動亂嘅年代啱啱過咗去，空氣裏邊彌漫住復甦之後嘅清新氣息。1977年元旦之後呢，北京先後上演咗55場文藝晚會噃。人民又可以重新睇到咗好多文革時期被禁演嘅，例如《白毛女》啦、《紅湖水浪打浪》等著名嘅戲劇，大批被稱為毒草嘅電影同音樂都陸續解禁。百廢待興，逐漸恢復元氣嘅中國呢，進入咗新一輪嘅建設時期。過去三上三落嘅鄧小平呢一刻正式成為中央決策嘅領導人。改革首重人才啦，所以鄧小平一開始就倡導改革普通高等學校嘅招生制度，恢復統一考試。10月12日，國務院宣布當年立即恢復高考。學生知道呢個好消息，都即刻互相通傳，因為佢哋等呢個可以改變命運嘅時刻，真係等咗好耐啦。呢個呢就係當時高考嘅情況，考生逼滿晒成個考試場。呢一年嘅考生呢多達1160萬人。過往停頓咗10年嘅教育，令到學生冇咗唔少學習嘅時間。雖然隨住高考恢復同埋學生對知識嘅積極追求，但係失去咗嘅光陰係唔係可以追翻嚟呢？着重教育嘅同時呢，中國亦開始加速同外國接觸。1978年4月，著名指揮家小澤征爾呢就帶領波士頓交響樂團第一次嚟到中國演出。4月3日，中國同歐共體呢就簽訂咗雙方歷史上第一個貿易雙邊協議。1個月之後，新中國派出以國務院副總理谷牧為首嘅代表團訪問法國、瑞士、丹麥等幾個國家。2個月之後，國務院召開會議，決定呢就利用國外嘅資金，大量引進國外先進嘅設備同埋技術，同時大力發展對外貿易。1978年嘅9月，鄧小平仲親自走出國門訪問日本噃。當佢試坐日本嘅新幹線列車嘅時候，仲咁形容自己嘅感受。新幹線你會什麼想法？就感覺到快。早いと思います。就非常跑的意思。我們現在生活是這樣。中國經濟建設要快，人民生活呢亦要富足舒適，似乎同鄧小平坐新幹線嘅感受不謀而合。呢一年，74歲嘅鄧小平馬不停蹄咁樣出訪咗6個國家，
而李先念、王震等領導人亦都頻頻出訪，佢哋認識到當時嘅中國同世界發達嘅國家嘅差距。面對日新月異嘅世界，中國嘅國門正在打開。1978年中，經過8年建設嘅湘湖鐵路達成通車。呢條全長916公里嘅鐵路呢，經過秦嶺，穿過405個隧道，成為溝通西南地區同埋中南地區嘅重要幹線。同時，鄧小平提出十分重要嘅公貿合一，重慶鋼鐵公司成為首批企業可以自己任免幹部對外銷售產品，同埋實行利潤提成，打破咗由貿易部門專權嘅銷售模式。中國嘅經濟改革除咗以工業為重心之外，始終中國都係以農立國啊。農業改革亦成為咗經濟建設成敗嘅關鍵。所以當1978年安徽發生大旱災嘅時候，萬里就去到安徽進行咗調查同研究，定出咗安徽6條嘅規定。咁就規定咗生產隊可以實行定任務、定產量、定工分嘅生產責任制，大大咁提高咗當地農業生產嘅成效。呢一種生產責任制呢，後來亦通行於全國。1979年嘅元旦，中國同美國開始正式建立外交關係。呢一日，鄧小平就成為咗《時代週刊》年度嘅封面人物。標題就用新的長征嚟比喻中國啱啱起步嘅改革進程。如果話鄧小平係中國嘅新長征嘅總司令呢，咁喺1979年1月28日，佢親自飛到美國進行國事訪問，可以話係為深化中國嘅改革作出重要嘅指引。喺呢一次訪問，鄧小平提出要去好多地方參觀噃，佢特別指出希望可以觀察一啲先進嘅技術產業。淨係飛機製造公司呢，就參觀咗3間工廠咁多。喺呢一年嘅年中，中國通過咗中外合資企業經營法，吸引外資。呢一次係中國第一次以法律嘅形式確立咗中外合資企業嘅合法性，增強咗外商投資嘅信心。而外國嘅傳媒呢，就報道話，呢一項法律係中國邁出嘅革命性嘅第一步。話分兩頭呢，同胡耀邦同期出任總理嘅趙紫陽呢，就急於為老百姓搞飯食，咁佢就同埋萬里一齊咧落到農村咧，落實3字1包嘅政策，多勞多得，農民又得到自己嘅成果，當然就十分積極啦。大家都話要食糧找紫陽，要食米找萬里。可惜城市嘅經濟改革咧就禍患百出。價格雙軌制俾嗰啲不良嘅官僚咧利用作為官道，用官方嘅低價買入，用高價推出自由市場，同民企咧作唔公平嘅競爭，咁就引起民憤。呢個時候的確貪污成風，官商勾結，權力化為金錢，進入流通嘅領域。咁群眾就話將嗰啲官員冚唪唥攞晒出嚟，個個打靶，可能就會有冤枉嘅。但係排晒隊咧，隔一個打一個咧，肯定就係冇錯噶啦。咁無論群眾點樣投訴，貪污之風咧就越嚟越嚴重。咁民間咧就出現咗近乎歌謠嘅順口溜啦。佢哋話：小汽車往裡看，中間坐着貪污犯，先槍斃後審判，沒有一個是冤案。1989年4月，胡耀邦逝世，人民就更加懷念佢嘅廉潔啦。學生咧就雲集天安門，喺人民英雄紀念碑度獻上花圈，表示哀思。有啲學生呢就跪咗喺人民大會堂嘅石級嗰度，向中央請願。因為學生仲係相信共產黨裏邊有奉公守法嘅好領導，咁就要求佢哋懲治貪污，撥亂反正。群眾呢都非常同情學生嘅訴求，好多部門、研究院、廠所都打正橫額去到天安門嗰度支持學生嘅和平請願。鄧小平雖然經歷咗數次嘅政治鬥爭，但係佢對群眾嘅運動咧就係比較敏感嘅。
加上佢復出呢10幾年之內，要解決文化大革命留低嘅百廢待舉，又要面對中美建交嘅大事，佢本來就想以香港嘅經濟作為模式，多建幾個經濟特區，喺深圳都劃咗2線添。佢點都諗唔到，佢仲要解決埋英國政府同埋香港突然間提出嚟嘅97問題。畢竟鄧小平呢個時候已經年紀老邁，精疲力倦，學生佔據咗天安門已經超過1個幾月，甚至戈爾巴喬夫嚟訪問中國，學生都唔顧國家嘅體面，唔肯讓出天安門。咁中央就只可以縮埋喺飛機場嗰度檢閱軍隊，當然就十分震怒啦。呢個時候又發生北京喺木樨地嗰地方群眾首先毆打士兵。喺鄧小平周圍嘅人摸唔透佢嘅心理，就唔敢出主意；摸透佢嘅心理嘅人就出埋晒啲壞主意，對佢講：學生反你啦！實在學生並冇反鄧小平，而且對鄧小平呢個老爺子嘅改革開放，俾咗佢哋好多自由嘅空間，仲係十分感激嘅。只不過係北大校園嘅大學生覺得咁耐鄧小平都唔出聲，咁就喺校園裏邊掟幾個小瓶子啫。據聞強硬派話一定要打，打一打就安定10年。咁呢個時候軍隊就傳出咗38軍嘅軍長唔肯執行命令去天安門清場，佢嘅理由係學生和平請願，用警察嚟解決就得啦。憲法上邊軍隊係唔可以對付平民嘅，而且調動軍隊需要軍委主席、第一副主席、常務秘書長3個簽名先可以嘅。而家缺少咗趙紫陽第一副主席嘅簽名，咁就係軍令不全。好多高級將領同埋官員都向中央表態，唔可以開槍，唔可以流血。理想純情嘅學生呢個時候仲唔知道大禍臨頭，仲走去鄧穎超屋企嘅門口坐喺度。學生認為總理李鵬係周恩來同鄧穎超夫婦嘅養子，咁佢哋一面拍手一面唱：鄧媽媽，鄧媽媽，把你的盆兒帶回家，給他2個大耳刮，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焦急如焚嘅趙紫陽就好擔心呢一個噼里啪啦嘅聲音唔係打李鵬2巴嘅聲音，而係子彈射出槍膛嘅槍聲。咁佢就唔顧自己嘅後果，帶同現任總理溫家寶去到天安門探望絕食嘅學生。佢對佢哋話：我對你唔住，我嚟遲咗，我老啦，你哋仲年輕。咁就勸學生返屋企。70年代末，中央領導已經開始醞釀一個中國實行嘅社會主義有史以嚟最具挑戰嘅突破，決定劃出一塊地，開一個窗口，喺資金、技術、管理各方面都引進西方嘅先進嘅經濟模式。而鄧小平就將目光放喺距離香港最近嘅地方。喺當時，交通部香港招商局就提出咗一個大膽嘅想法，希望靠近香港嘅寶安縣，即係蛇口公社嗰度建立一個工業區，咁就將寶安縣改名為深圳市，成為咗出口特區之一。後嚟就將深圳市叫做經濟特區，大規模嘅特區建設亦開始進行。作為深圳嘅建設重點蛇口喺1975年嘅時候，仲係一個小小嘅漁港。由79年開始挖山填海，4年後已經成為一個現代化嘅工業區。深圳特區嘅建設速度引起咗世界嘅注目。有人話深圳係一夜崛起之城。由於深圳咁有吸引力，越嚟越多嘅年輕人拋低鐵飯碗，南下特區，選擇去到深圳嗰度發展事業。到深圳去，到特區去，成為當時一個流行嘅口號。喺好多人嘅眼中睇嚟，特區就係最大限度發揮個人才智同埋最快致富嘅代名詞。不過最初深圳建設嘅資金大部分都係嚟自於國內嘅。1980年嘅5月17日，喺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咗一個追悼會，追悼已故國家主席劉少奇、鄧小平、陳雲、宋慶齡等
黨員同國家領導都有出席。呢一日，全國下半旗致哀，停止一切嘅娛樂活動。當年被批判嘅國家主席，呢一刻終於得到平反。隨住一個個老幹部被平反，一批又一批無辜嘅人亦陸續被釋放。人民意識到法治對社會嘅重要，而鄧小平亦提醒話，現時嘅法律唔完備，為咗保障人民，必須加強法制。我們的老話，有法必依，違法必究，知法必嚴，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所以早於1979年，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成立法制工作委員會，彭真就擔任呢個委員會嘅主任。由3月至到7月，先後有7部法律得到通過，其中就包括刑法同刑事訴訟法呢2部法律剛剛面世。一次重大嘅公審就採用咗新法制嚟進行。同年11月，最高人民檢察院對林彪、江青2個反革命集團嘅10名主犯提出起訴。喺長達1個月嘅時間，特別法庭總共開庭42次，有49名證人同被害人出庭作證，直到1981年1月25日，特別法庭對4個主犯作出判決。自從文化大革命完結咗之後，1000萬名上山下鄉嘅知識青年亦陸續翻去城市。紅衛兵同紅小兵嘅組織已經淡出歷史嘅舞台，曾經動亂嘅城市亦變得平靜，人民嘅生活就開始多姿多彩啦噃。其中變化最明顯嘅莫過於服飾嘅打扮啦。以前嘅人淨係着一啲藍色同灰色單一色嘅顏色嘅，而家就變得色彩繽紛啦。1981年，中國內地首次成立第一隊時裝模特兒團體，佢哋喺84年出訪歐洲嘅時候引起轟動，西方嘅評論都好驚訝咁話，毛澤東嘅孩子都穿起時裝喎。另外人民生活亦逐漸變得富裕，女士們就回復到電髮嘅習慣啦，太陽眼鏡又變成當時潮流嘅象徵，有啲崇洋派就買進口嘅眼鏡，連眼鏡片上嘅招牌都唔肯搣咗落嚟，用一隻眼睇嘢算數。1984年已經係改革開放嘅第7年。喺1月嘅時候，鄧小平去到深圳視察經濟特區嘅發展情況。喺嗰個時候，佢去到深圳最高有22層嘅國際商業大廈參觀。當時喺深圳18層以上嘅高樓宇大約就有60棟。呢啲顯示出深圳正係急速度咁發展。所以鄧小平就為深圳題詞話：深圳嘅發展同經驗證明，我哋建立經濟特區嘅政策係正確嘅。幾個月之後，中國陸續有14個沿海港口城市實行對外開放，北起大連，南至北海。呢一刻，中國嘅大門全面對外開放。1984年，中英兩國正式簽署關於香港問題嘅聯合聲明，宣布中國政府將會喺1997年7月1日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從民族感情上，大家對於喺英國人手上奪回香港當然係十分振奮啦。但係喺時間上，呢個時間收返香港係唔係最適合嘅呢？事實上，呢一段時間大陸嘅經濟就以高速度內外擴張，輕工業、重工業、大小工程，包括航天航空嘅科技，特別係來料加工，成為外商嘅集中地。香港好多工廠都搬翻咗去大陸，咁就令到香港嘅失業率提升，人民就埋怨政府冇能力解決香港嘅經濟轉型，國內就準備加入世貿。